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最能言善辯星座 Top 3。第一名雙子座，第二名天秤座，第三名處女座。第一名雙子座，辯才指數92分。雙子座思路敏捷，擅長即場反應，話題切換自如，從來唔會棘住。佢哋識得找緊語氣同節奏，用輕鬆嘅言語去化解矛盾。無論係辯論定係搞氣氛，都可以輕鬆掌握主導權，令對話充滿咗張力同魅力。第二名天秤座，辯才指數89分。天秤座講嘢嘅語氣溫和，措辭又得體，佢哋嘅思路極快，善於掌握雙方嘅立場，揾出矛盾核心，再用平衡嘅觀點慢慢說服對方。佢哋並唔係靠氣勢取勝，而係靠邏輯同說服力，一步一步咁瓦解對方嘅立場。第三名處女座，辯才指數86分。處女座擅長邏輯思考，表達精準，從來唔會輕易下結論。佢哋善於將觀點條理化，然後逐點去拆解，再逐句去說服。即使喺激烈嘅爭論入面，仍然能夠以冷靜同埋理據，令到對方無話可說。唔知你又有冇試過辯贏佢哋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